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4，诗篇17篇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听公义，留心听我的求救。我的祈祷毋是对奸诈的嘴遁出，求你压耳孔来听。三甲来祈祷，压耳孔听阮祈祷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圣洁无瑕疵的上帝，你公义的光照遍全地。主啊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你人民的疼遍满伫达所在。主啊，你以爱阮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你，也欢喜阮用全人全心来献予你。主啊，阮要全心倚靠你，跟对你，服侍你，求你予阮单单属于你，因为你是阮的所有。主啊，你有考验阮的心，连暝时你也监察阮。主啊，求你予阮的嘴唇所出的，毋是奸诈。求你听公义的声，留心听阮的求救。主啊，求你压耳孔来听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